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摆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上解这字，咱做伙来看到这字就是曲，歌曲的曲，曲就是歌的意思，像讲这首曲。另外文音读做曲，文曲星的曲。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巧，弯巧的巧。读做巧代表是弯弯的意思，像咱讲巧巧、乌龟巧。另外还会当代表骹手的关节，像咱讲骹巧、手巧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曲盘，这就是古早的唱片，会当用唱头来转变做电子信息，转变做音乐或者是声音。第二个词就是弯巧，会当讲是物件无直，嘛会讲是一个人无老实，像讲伊做人真弯巧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比如讲，这个唱片已经放伫遮放伤过久，这个曲盘拢无人注意到。第一个已经完巧，我都搁再放送音乐出来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歌曲的曲，另外当读做文曲星的曲，也有弯巧的巧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